中国伫2000年过后，有一寡记录社会甲经济发展的独立影像，却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无度公开放送。中正大学人权甲影像发展中心即阵是参国家人权博物馆合作，举办一中国独立纪录片巡回影展，即届用劳动人权做主题，要伫6间学校放送14场。 为着要让学生透过影像的记录认捌劳工人权的议题，家己中正大学人权甲影像发展中心举办中国独立纪录片巡回影展。开幕第一支影片时，丁启进做主题，嘛是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丁力福气。是让学生知道，在这个舒适圈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能够让学生不用出门，但他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透过这个劳动人权的影展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平台，能够把一些这个在劳动上这个人权的普遍价值呢，能够传播出去。影片记录着丁启进患者的困境甲生活，导演希望透过镜头，让大家知影中国劳权的问题。 特点的导演表示，这种议题纪录片目前拢无法度伫中国来放送。译者的一个色彩，就变成他们维稳的一个对象了，所以他们就在11年、12年以后就开始进行打压，13年以后基本上中国大陆就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独立影展的那种自由的放映了。这届影展有经录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中正大学人权甲影像发展中心指出。 目前台湾是华人世界内底正难定会当看到这影片的所在，接下来阁会去5间大学巡回放送，推广劳工人权，嘛，后受到打压的事实会当出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